酷索寓言，餓來了。從前有一個好靚嘅小池塘，住咗一班鴨仔。池塘周邊呢，有小澤圍繞，仲有茂密嘅紅樹林作為屏障。狗來了，上集。喺好耐以前，有個好大嘅王國，嗰度嘅國王疑心極重，佢好驚國民見到唔同嘅顏色就會表達到唔同嘅意見。狼來了，佢哋銘記古代狼族恥辱嘅歷史，奮發圖強，竟然成功建立咗一個強大嘅狼國，佔領咗地球一半嘅地方。大家好，歡迎翻到嚟5月尾酷盡天下事啦。咁啊，話說好多朋友都可能有咁嘅經驗嘅，就係當你同你嘅伴侶關係緊張，或者甚至可能係即係要分手嘅時候，咁竟然出現個情況就係話你嘅伴侶同你話分手啦，咁然之後突然間你伴侶咧就俾第二啲人咧去到撬牆腳喎。咁當然你咁聽梗係好嬲啦，即係喂，會唔會有人之前已經係做一啲嘢破壞關係，結果當個關係結束嘅時候去撬牆腳，撬走你嘅伴侶咧？嗱，其實呢啲日常生活經常發生嘅事咧，竟然喺呢一個大專院校裏邊出現嘅。咁啊，話說咧，就幾日之前，咁啊，美國總統阿特朗普咧就話呢一個哈佛大學，即係應該係美國數一數二著名嘅私立大學，就話裏邊有好多一啲對於國家安全不利嘅一啲即係力量或者勢力，即係佢哋可能會透過即係學生啦，或者甚至係透過一啲活動咧，去到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嘅，或者甚至係唔符合國家嘅利益啊！咁呢啲對白真係好耳熟能詳，香港成日都聽或者成日都講啦咁樣。咁啊，結果就係話即係即時差唔多勒令咧。就話唔再俾呢啲學校啊，係即係收一啲國際學生啦咁樣。咁當然而家去到我哋做節目呢個階段啊，咁當然即係大學校方就當然進行呢一個即係向呢一個聯邦法院進行上訴啦，即係出咗禁制令啊。咁暫時件事就好似冇乜嘢。咁但係最精彩嘅部分咧，就唔係美國嘅部分啦，因為可能美國嘅部分對我哋都有啲遠啊，其實真係。比較得意嘅部分就係話，當呢一個哈佛俾呢一個特朗普政府就係話唔可以收外國學生咧，第一時間我哋收到信息咧，竟然就係呢個科技大學就出咗個電郵，甚至係鼓勵佢嗰啲師生，如果都話你有啲朋友啊，有啲即係同學仔有興趣，即係如果你話哈佛讀唔到嘅，就不如過嚟科大讀咧。大家都係呢一個即係勞斯萊斯級大學啦。咁當年佢哋都咁講啊。咁當然第一樣嘢就係話，咦，其實一間大學即係使唔使咁 cheap，好似砵蘭街嗰啲企監咁樣企喺度搶客咧咁樣嚇。咁啊，唔單止係科大企街搶客喎，突然間又見到呢一個即係香港好多院校亦都出開一啲公開信啊，或者一啲即係校內電郵咧，就呼籲校內先生，如果識啲朋友科，即係喺呢一個哈佛啊，或者甚至第時可能會搞其他美國堂啊嘛，唔知喎呢啲嘢嚇嘅話咧，咁樣歡迎佢哋咧過嚟讀。我哋會提供咧，即係差唔多可以話，即係提供有啲免費獎金啊、獎品啊，即係又獎學金啊，又即係免費住宿等等之類，去到即係搶客啊、撬牆咁樣嘅。咁一時之間，我又覺得即係大佬梗係鬧劇嚟嘅呢啲嘢。大佬第一樣嘢，即係大家都會諗就係話，其實點解香港嗱？當然第一樣嘢，大家都諗就係話，其實特朗普所謂國家安全，又或者甚至於大學冇即係以一個即係公平平衡角度處理一啲校內糾紛啊，或者甚至收咗好多外國嘅一啲錢啊，收到中國錢啊，咁結果就係特朗普用咁嘅理由去到取消一啲國際學生嘅一啲簽證啊，佢哋嚟唔到讀，咁呢個做法合唔合理咧？係咪真係如特朗普所講，就係真係為咗所謂即係令到個學校裏邊唔會咁政治化，或者係咪國家安全理由咧？又例如我哋講到就係話，咦？點解香港大專院校唔係出個聲明譴責呢一個特朗普破壞學術自由，而反而係以一個即係第三者嘅身份撬牆腳，
搶人哋學生，又係咩現象咧？咁啊，將個波交俾阿鐘 Sir 講先啦。即係個問題當然可以分好多個角度去講啦。我首先可以講講即係哈佛大學，即係呢一所大學啦，即係喺國際嘅地位同喺美國教育，即係大學大專教育嗰個所謂即係象徵意義咯，同埋睇下特朗普呢次咁做咧，本身有乜含義？其他嗰啲一陣至講啦嚇，即係無可否認啦。大家知道哈佛大學係一間世界著名嘅學府嚟嘅，即係佢過往喺即係世界嘅，你講如果我就唔係好信呢啲排名遊戲啦嚇，但係就算未有呢啲排名遊戲之前，哈佛大學都係一個即係其實公認咗嘅頂級學府係嘛？咁個排名亦都唔會差啦，肯定係嘛？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即係佢始終咧都係一個級磁石嚟㗎。當美國即係好多人去到美國讀書，好多時都會首先就諗呢一啲咁嘅所謂具有高明星嘅大學咯。所以諗下，即係習近平個女啊，都係習明澤都去哈佛讀啦，係嘛？據講而家比利時嘅公主啊，都喺哈佛讀緊書㗎，係嘛？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哈佛都係一個好有象徵意義。你話佢係名人大學又好，你話佢係貴族大學又好，但係佢確實係一間世界著名嘅學府，佢學術地位無需懷疑，出過好多著名嘅人物。美國當今政商界經濟領域裏邊好多領袖級人物咧，都係喺哈佛出身嘅。有好多唔係喺哈佛讀本科咧，可能佢成功咗之後咧，都去哈佛讀翻個課程啊，為自己增值啊嘛，係嘛？就省領個金質招牌。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嘛，係嘛？咁所以你即係特朗普即係要用到呢一招，唔俾佢即係招海外生咧，其實嗰個影響就好大，同埋咧有啲人都講得好啱嘅，基本上係自毀長城。即係一個國家嗰個軟實力就在於你自己嘅文化影響力。即係你軍力啊、經濟實力固然重要，但係軟實力就係你嗰個文化影響力。即係英國，即係二次大戰之後已經唔係一個世界最富裕嘅國家，甚至唔係一個最有牙力嘅國家。但係點解英語世界仍然咁有主導力量咧？原因就係英國嗰個大學教育啦，仍然都係全世界最受歡迎嘅一個海外升學嘅目的地嚟㗎。咁美國亦都一樣啦。美國因為佢嗰個教育制度同埋自由開放環境咧，確實係人才輩出。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哈佛呢啲咁嘅大學咧，當然唔單止哈佛啦嚇，係作出咗重要嘅貢獻㗎嘛啊！咁呢一次咧，就以一啲咁嘅理由，話佢即係培養咗一啲所謂反呢個即係巴勒斯，即係支持巴勒斯坦嘅示威者啊！俾中國呢個滲透諸如此類呢啲講法去即係終止佢收外國學生，甚至削減或者完全刪除政府對呢間大學嘅資助咧，其實或多或少我覺得都係反映到個特朗普嘅處事作風嘅。即係特朗普即係一路以嚟就要求啲大學上任之後啦，唔講之前啲恩怨怨啦嚇，佢要求啲大學咧就要跟佢嘅意思定一啲所謂反 DEI 或實切除一啲所謂 DEI， 即係所謂包容啊、多元啊、公平嗰啲咁嘅即係條款。咁哈佛大學咧就好高調咁就即係拒絕佢呢個要求嘅。咁特朗普從一上台咧，即係今屆我講下，就已經對哈佛大學唔去跟佢意思做嘢咧就好不滿㗎啦。所以佢喺就任呢3個月啦、3個幾4個月啦，就未停止過對呢個哈佛嘅攻擊同抹黑嘅啊。咁呢一次咧就即係借住呢個理由啦咁咧就完全終止佢招收海外生啦。除咗自毀長城之外啦，實際上好明顯都係報私仇。佢講嘅理由唔係最重要嘅，我覺得。你大家留意翻佢過去3、4個月，佢就住哈佛嘅一啲評論，你就知道根本就佢一開始已經睇唔順眼呢個哈佛係嘛？然之後咧用呢個理由咧就去玩佢啊！咁對於特朗普嚟講冇所謂喎，佢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上咗法庭啦。法庭亦都即時頒咗禁制令，就唔可以執行特朗普呢個行政命令先啦。咁到據講星期2就會上法庭有裁決啦。我個人估計佢呢個咁嘅行政命令啦，能夠過到法庭嗰關嘅機會好細嘅。咁但係特朗普有乜所謂啫？佢做咗先係嘛？打官司又唔使佢俾錢嘅係嘛？國家俾錢啊！佢做咗先，即係基本上咧就討好咗佢嗰班基本盤。佢基本上係咩人啊？就係所謂啲逼威街啊嘛，啲大隻嘅白人男人
即係喺全球化底下，可能受到最大威脅，生活改善最慢，甚至有啲生活得唔好，因而咧就將嗰個即係將自己嘅挫敗感咧轉移咗一種對外嘅仇視，我哋所謂啲極右嘅思想啊嘛。阿特朗普嘅基本盤就呢啲人，咁針對呢啲人咧就最好噶啦，即係你透過呢啲方式氹下佢，等佢覺得好過癮啊！特朗普自己可能都一樣，佢只係一個 lucky loser， 我哋所謂嚇，即係本身老豆有錢啫嘛，係嘛？咁佢老實講啦，佢呢個人嘅往績係點樣？佢受到美國國內嗰啲文化知識界嘅厭惡，所以佢亦都用呢種厭惡態度嚟去回應呢啲文化知識界。咁所以對於哈佛大學啦，佢就有呢種咁嘅即係反應咯。至於佢指控話哈佛為呢個中國俾中國滲透嗰啲咁嘅嘢，老實講啦。美國、英國好多大學都唔同程度上俾呢啲所謂 CCP money 啊，所謂中國共產黨嘅錢影響㗎啦，係嘛？即係呢個係一個整體性嘅問題，確實係要正視同處理嘅啊。譬如大家知道，早輪先有位哈佛大學嘅著名教授，佢喺美國因為參加咗中共嘅千人計劃，又唔出聲又唔申報，收咗好多錢，最後咧就俾呢個美國政府發現告佢坐監。坐完監就而家去清華教書，最近先去㗎啊！咁呢類咁學術腐敗啦，其實就喺好多大學都有嘅。即係如果要針對嘅，亦都唔係針對哈佛一間。只要有啲傳聞就話哈佛幫呢個新疆嘅軍工業即係有 project 嗰啲嘢。老實講啦，好多大學同中共嘅唔同省市、中央機構有軍事背景嘅大學，有各種合作計劃，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所以要處理嘅亦都唔係淨係針對哈佛大學，亦都唔係喺針對一間大學嚟方式嚟處理，而係整體制度上處理。特朗普就唔用制度上處理，就用呢個針對一個佢唔中意嘅大學嘅方式嚟到去殺停咗收國際生嚟懲罰佢嚟處理。咁呢個都好明顯啦。我相信星期二上法庭咧，未必過到關嘅，過唔到關有乜所謂啫？佢已經攞咗彩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咁嘅態度嚟到睇呢件事，咁我覺得點講都好。你點樣評論西方嘅著名大學俾中共滲透，或者有一啲支持巴勒斯坦又好，支持哈馬斯又好，支持猶太人嘅都好，其實多元就係西方世界一個特點嚟㗎嘛。即係如果你純粹因為你唔中意佢某種做法，就去即係用一種咁嘅打壓方式嚟處理嘅話咧，我始終覺得係唔係一個即係美國總統應該做嘅事咯。至於你話香港嗰啲學校反應，我一陣間至講啦嚇，俾阿楊 Sir 即係發表下你嘅睇法先啦。咁啊，香港個反應咧，其實我講少少啦嚇，唔好講晒啦嚇。咁就其實大家都知道科大嗰個情況啦。咁啊，我覺得科大嗰個搶人才嘅話咧，咁佢就首先做先啦。但係佢首先做先，咪首先拆出嚟咯。咁佢點拆法咧？咁其實琴日美國咧已經有傳媒報道咗呢啲咁嘅測試出嚟。咁佢又唔係直接鬧嘅。咁你譬如話Newsweek 咧，咁佢出咗個報導啊嘛，佢個標題就好簡單嘅啫。咁佢就話 Chinese college， 佢唔係話 Hong Kong 添啊，即係佢已經唔將即係香港嘅學界咧當成係香港嘅就話 Chinese， 即係將香港視為中國一部分。Chinese college giv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conditional offers， 咁佢就係指緊科大呢啲咁嘅行為。咁佢話呢個係 breaking news 嚟嘅。咁佢其實咁平白嚟到講出嚟嘅時候，已經係講粗口鬧緊㗎，搞錯啊！而家美國學界發生咁多事，你走嚟到去話俾人聽啊！我而家我嚟搶你嘅學生 unconditional offer， 咁所以我咪玩翻你咯。我唔係話 Hong Kong college， 我話 Chinese college。你作為一個中國境內嘅大學，你喺度亞細亞咗做咩嘢咧咁嘅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話其實美國嘅人咧，同埋傳媒咧，其實對於香港嘅學校咁樣嚟搶人才法咧，亦都係不齒嘅呢啲行為。咁啊，再加上就係話喺香港裏邊嘅情況咧，科大做咗先啦，咁然後就呢個蔡若蓮咧就亦都出嚟，應該係3月23號啊，佢喺個自己嗰個 Facebook， 咁呢個當然係有人幫佢 man 啦嚇，咁佢自己唔會係去到去玩 Facebook 咁得閒噶啦，咁佢就出咗一個 post 叫做歡迎全球優秀學子來港升學咁樣樣，咁呢一個post 咧，佢係純粹就係話
要求即係教育局啊要求香港嘅大學咧就要為合資格嘅呢啲美國留學生咧嚟到提供便利嚇，咁你又吸引呢個尖端嘅人才嚇，咁就維護你呢啲學生同埋學者嘅正當合法利益。咁亦都佢一句都冇去對於美國嘅學界咧呢啲混亂咧表示同情，佢純粹就係即係去到去喺香港角度嚟講，要啲大學嚟到去搶人才。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本身咧就唔係話即係咁道德嘅行為嚟嘅。咁呢咁唔係咁道德嘅行為咧，其實咧喺香港裏邊而家係冇乜人咁出聲啦。咁我就發覺咧，原來而家咁出聲嘅人咧，可能只係得翻學生自己本身又去即係做少少嘅呼應。咁就有讀者報料俾我哋聽咧，就係話有一個講科大嘅學生會啊，咁佢今年嘅呢個內閣應該叫做鎮刺閣啦嚇，咁所以佢哋而家嗰個編委會咧，港大學生科大學生編委會咧，就叫做鎮刺委員會或者叫鎮刺新聞啦。咁佢出咗一個亦都係回應呢個科大搶人才嘅貼文。咁就原本以為冇咩嘢啦，咁但係有即係讀者報告聽，喂有料到喎，你望一望啊咁樣。咁跟住話哇！竟然咧，佢喺嗰個貼文裏邊咧，佢冇自己鬧嘅，但係佢引述一啲讀過呢個哈佛嘅科大嘅學生，咁佢就對於呢個科大搶人才嘅感覺咧係非常之即係有保留。咁佢點講咧？佢就話佢係對於呢個科大師生咧係收到呢啲咁嘅搶人才嘅電郵咧感到困惑。點解咧？話佢寫得好好喎，即係講得好好喎。佢話科大違背教育界最基本嘅禮儀，喺美國教育界面臨嘅共同困境之時咧，科大喺事件裏邊不僅冇好似美國嘅高校咁樣向哈佛大學表達支持，相反佢係直接邀請哈佛學生來校就讀。咁呢一段説話咧係一語中的，將香港而家學術界嗰種即係唔顧禮義廉恥嚟到去純粹將香港呢幾年裏邊嗰種即係好低端嘅搶人才嘅手法咧，嗰種嘅不恥咧表露無遺。咁佢仲有一段咧都好精彩嘅。咁呢段咧就唔係話針對科大自己本身啦，佢就係話針對一啲成個亞洲高等學校點樣面對呢件事。咁佢就另外一位嘅學生咧，佢就話佢自己有啲熟悉嘅亞洲高校嘅教授咧，見到佢哋面對呢個哈佛嘅事件嘅時候咧，哈佛難民啊，佢哋係開心地手舞足蹈，話呢句説話形容得非常之好啊！咁佢就話佢呢個學生咧直接去批評咧，就話呢個情商即係 EQ 啊係太低啦。咁就點解咧？佢就話不思考自己如何進步，提高科研影響力，而係期待別人好，而家期待別人好嘅學校咧，因為外力而垮掉嘅心態。咁佢話呢個學生就反問啦：呢種學校即係話咁手舞足蹈嘅呢啲學校咧，呢啲學校同埋老師，你們願意去嗎？哇！即係呢一個 post 咧，其實係踩得好硬嘅，所以我睇完之後，我都好戥呢一班科大嘅學生咧嚟到擔心。即係你知而家香港㗎啦，乜差都話國安㗎啦。你出一個客觀嘅評論嘅 post 話，你分分鐘都話：哇！你咁樣影響我哋教育安全㗎喎。咁會唔會即係之後嘅話就唔俾你啲港大即係科大學生繼續去上莊咧咁嘅樣？咁但係 anyway 就係呢個 post 係非常之精彩。佢呢個都係尋日嘅 post 嚟㗎啫，大家可以去翻Facebook 揾翻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就可以揾到呢一個 post。咁所以你會見到就話香港而家係秉承緊過往嗰一段時間搶埋晒啲低端嘅大陸嘅人才嚇，咁而家見到有高端咯，咁啊發晒狂，流晒口水，不顧禮義廉恥嚇，各間大專嘅呢個校長牽頭，然後蔡若蓮嚟到附和。咁其實我啱啱今朝早起身咧，已經又收到有朋友俾我嘅報料，就話其實唔單止科大啲咁高排名，連呢個嶺大都出post 啊，喂，全校嘅師生唔該準備，我哋而家要搶人才頂你個肺。係啊，嶺南嘅大佬。咁所以而家其實成個香港嘅教育界咧，即係嗰個即係高等教育界咧係瘋狂晒，即係以為而家咁大個肥豬肉，我哋盡量搶啦咁樣。咁但係正如頭先阿鐘 Sir 話齋，其實你即係香港同埋
美國嗰度嗰個高等教育咧嗰個意識形態相差咁遠嘅時候，去得科大嘅話，邊會係睺你呢啲香港嘅大學啊？咁再講就係話，頭先我哋 call 嗰個美國 Newsweek 嗰個報導咧，佢已經直接係將科大係講成係 Chinese College。咁其實呢個已經係西方嘅學術界一個越嚟越接近共識㗎啦，即係香港嘅大學等於係即係中國大學。咁如果嚟得中國大學，我點解仲要嚟香港？我點解唔去清華北大咧？即係其實個問題啦，即係香港嘅大學教育，即係你講得好啱啦，係嘛？我睇你講嗰個貼文都講得好啱啦，即係成個反應咧好低水平嘅，真係啊！即係我哋見到即係科大嗰個聲明咧，即係佢係最早啦。即係我哋可以解釋科大而家現任校長葉玉如，佢本身咧都喺呢個哈佛讀過書，咁呢個真嘅啊。咁佢有咁嘅反應，咁科大亦都係喺香港可能比較有實力去吸收一啲比較高水平嘅海外學生間學院。而家個喺香港嘅情況確實都係咁啊。咁佢咁嘅反應，咁但係你見到蔡若蓮啊，跟住個城大啊、嶺大呢啲反應咧就好好笑㗎。老實講啊，我覺得好低水平㗎，即係見人折墮，自己開心咯。呢啲叫做，即係你唔去本住即係物相其類嘅反應，譴責特朗普呢種即係打壓大學自由氣氛嘅一個自由嘅即係做法，即係本身已經好可恥㗎啦，已經係嘛？即係我問翻你一句啊，如果到時嗰啲有啲海外學生喺香港搞一次反巴勒斯坦嘅遊行，你俾唔俾佢遊行啊？會唔會警察入去校園捉學生啊？即係自己自問過去你啲香港啲大學校長過去幾年做咗咩嘢啊？自己知啦，學生會都唔俾搞啊！你諗下，香港而家嗰個話俾人聽啊，有啲學院玩排名遊戲，就將大陸學生當係海外學生，咁啊玩排名遊戲，又講到咩全世界國際性最高嘅大學啊咁樣，城大嗰啲咁樣，即係佢自己信你都好笑啦，老實講係嘛？自己信你都好笑啦。而家香港嗰啲海外學生啊，90%係大陸學生嚟㗎。英美嘅學生或西方社會學生咧，過去10年都係持續減少㗎。由過往10幾個%海外生係屬於呢個歐美，或者最高峰時期20幾%係來自歐美，而家最多少於5% 㗎。即係而家香港嘅海外學生90%係大陸學生，仲有仲有7-8個%咧就係來自南亞、印度啊、巴基斯坦啊、斯里蘭卡啊、菲律賓呢啲。你仲有一帶一路啊，中上構成你點去同哈佛搶佢研究生啊？哈佛嗰啲研究項目，你香港都冇條件做啦。我老實講，係嘛？即係問題就係你一跳出嚟咁講咧，俾人嘅印象就係抽水咯。你唔去物相其類支持哈佛嘅即係抗拒強權，仲要抽水。咁當然啦，香港大學梗係唔敢支持抗拒強權啦，因為香港大學全部都奴隸嚟㗎嘛，而家係嘛？都係服膺於呢個權勢，學生會都唔俾你搞噶嘛。咁所以整個姿態咧，相當之低莊。你唔好講佢有冇條件吸引到一啲即係哈佛嘅學生過嚟香港，呢個仲係其次。我相信就唔會冇嘅，因為哈佛嘅頭先我講咗啦，哈佛其中都係一間其中受到即係所謂嗰啲 CCP money 影響好深嘅一間大學。佢好多研究生咧。除咗話有啲好高水平嘅，係攞獎學金嘅，攞呢個研究津貼過去之外咧，如果有相當之多咧，係各種理由特殊處理，好似當年啊習近平嘅女習明澤咁樣嘅。咁呢啲咧，可能有啲來自中國大陸嘅，來自非洲剛果啊嗰啲咁樣啊。咁呢啲話唔係哈佛不留人咁啊，走去香港諗下，睇下你都好啊。咁我相信總有呢啲人，但係咧就你以為咁樣可以抽到水，或者可以乘虛而入，收到好多傑出嘅學生啦。咁我覺得你死咗條心啦！香港而家嘅大學教育根本就唔係大學教育，我講過好多次噶啦啊！即係學生會都唔俾嘅學生活動啊，打壓校園靜英英，你叫啲海外學生嚟香港讀，睬你都傻啦，當人盲嘅咩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成個做法不但止即係好低水平，有時咧仲係自暴其醜咯，即係。蔡若蓮呢啲水平做呢啲咁嘅嘢，我哋又唔出奇嘅。老實講，佢點解可以做到教育局長啫？因為就係低能啊嘛。
唔低能點做局長啊？香港而家係嘛？即係一個人願意服膺於權勢、講盡鬼話嘅，走去領導教育，你可想而知呢個地方嘅教育係一個咩教育？咁所以佢講咧就唔重要嘅，即係不過咧成件事咧就顯得真係好，即係令人即係你作為香港人咧，你聽到香港嗰啲官員、香港啲大學竟然有咁嘅反應咧，你除咗覺得好笑之外咧，有時都覺得真係好醜怪，即係影衰我講俗啲，影衰我啊！即係呢種做法咧，我覺得其實應該譴責佢哋嘅啊。咁我只係覺得。你就算而家哈佛有成6、7千個嗰啲所謂海外嘅研究生，你香港第一吸引到幾多咧？第一就係啦，第二你估真係好多人嚟咩？嚟到你連自己宿舍乜都唔夠，即係講真啦，我覺得呢咁嘅姿態擺嚟做乜啊？自暴其醜，我覺得係咁，所以我只係覺得即係睇完件事，我覺得好好笑咯。啱頭先阿楊 Sir 講到就係話，咦，其實如果真係收到一啲嚟自外國或者甚至嚟自一啲名校哈佛嘅學生嚟，佢哋又覺得對於巴勒斯坦問題好關注啊，可唔可以搞人示威？咁啊，其實有好新聞咧，就問過科大校方，佢就話係啦，佢就話需要喺合理同埋合法前提之下進行。咁你點諗咩意思咧？咁如果你話真係有人手多報國安要 stop 嘅，咁都要 stop 噶啦，都要停噶啦咁樣。咁所以就咁話成件事都講咗啦。呢一兩日即係發酵啦咁樣。咁然之後，香港啲大專院校高層就諗住漁人得利啊，或者渾水摸魚啊，但到頭來又自暴其短嘅話。咁反而呢一度都有個幾得意現象嘅，就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當然我哋都嚟咗香港一段頗長時間啦，咁唔知道究竟我哋啲以前舊同事點睇或者點諗呢件事。咁但係好緊第一樣嘢就係第一佢哋都明你嚟得呢啲學校讀，就算我唔喺哈佛，我都揾翻喺美國同等學術地位嘅大學讀啦，或者去加拿大啦。或者甚至可能有一啲會去英國啦，我諗排隊都唔會排隊去到即係香港去讀哇，第一樣嘢。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即係當然大家知其實特朗普而家呢個做法，雖然我哋都知呢一個法院一定會出禁制令，一定唔得噶啦。但係你諗一諗以後特朗普繼續用呢一啲打游擊戰嘅方式去到出所謂行政命令、行政指令。去到做一啲佢想政治上面達到嘅一啲目的，而一啲破壞不斷形成嘅話，其實都會大家好擔心就係究竟美國內部本身嘅公民社會啦，或者甚至大學校方啦，或者甚至即係一啲即係關注喺而家呢個時勢之下，佢哋嘅一啲公民權益受到侵害嘅一啲人，佢哋有冇能力喺呢4年裏邊真係可以撐到特朗普對佢哋嗰個打擊或者嗰個影響？咁呢個當然要放長雙眼睇，究竟即係特朗普會越嚟越癲啦，定係去到中後期，因為可能係中期選舉啊，或者其他嘢會收斂少少咁上下。但係好緊第一樣嘢就係今日我哋傾呢個題目背後，即係唔單止係一個周身嘅問題，其實都係關乎到就係究竟而家仲有冇人講學術自由咧？香港已經唔講得㗎啦，但係即係你話見到而家美國咁嘅情況，其實大家都留意到咧，其實 MIT 都出個聲明啦，都去支援或者叫做支持翻呢一個哈佛大學對於政府侵害佢哋，即係透過所謂行政命令嘅一啲做法，侵害大學學術自由嗰個做法。咁所以即係起碼有樣嘢好重要，就係就算你話特朗普幾癲都好。但係唔會話你見到美國啲大學就係話，即係哈佛唔掂喎，而家政府出呢一個即係行政指令啦，就呢個 MIT 搶人才啊，跟住美國啲高等院校搶人才喎。其實佢哋係可以話係聯成一線啦，去到呢一個聲援呢一個哈佛大學，甚至係同特朗普對着幹喎。你睇下香港大學幾肉酸、幾醜樣、幾核突，即係仲衰過啲即係廟街企街嗰啲搶客。咁所以我諗作為香港人去到呢啲位，自己喺大學教過咯，都覺得自己真係幾醜嘅，真係。即係咁講啦，即係我頭先講咗啦，特朗普呢個做法咧，
即係你留意翻過去幾個禮拜、幾個月，主要就係唔鋸呢個 DEI 唔聽佢指令啫，係嘛？所以而家就揾個藉口搞佢。咁佢咧就老實講啦，你如果有留意美國嘅新聞，話唔好講唔單主流新聞啊，你就留意日本啲美國嗰啲網台啊，各個州嘅一啲評論咧，都知道特朗普嘅基本盤咧就係兩種人嘅啫。第一種咧就係嗰啲失敗者，佢講得逼威街，佢話啊，即係喺成個全球化過程裏邊，即係得益最少嗰班人，嗰啲失敗者文化水平好低，即係相對比較低或者比較愚昧盲目嘅一班人。第二類支持者咧，就係嗰啲既得利益者，希望透過特朗普啦，就嗰啲咁嘅偏頗嘅政策咧，攞更多着數，包括啲富豪啊，可以攞到啲免稅額啊、減稅嗰啲咁嘢。咁但係特朗普除咗呢兩種人之外啦，佢喺美國嘅文化知識界、專業界咧，基本上係人民公敵嚟嘅。而家已經係咁啦，已經。你唔好盲目唔睇啊！你留意下，你知道喺美國嘅文化知識界、演藝界，以至一般專業界別裏邊咧，基本上到今日咧已經當特朗普係一個人民公敵㗎啦，已經。所以佢而家面對好多訴訟，有好多州都告緊佢，呢個係事實嚟嘅。你見到美國嗰啲具有文化影響力嗰啲人，包括啲電影明星啊、作家啊，即係諾貝爾獎得主啊，以至一啲即係專業界別嘅代表咧，冇幾多個出嚟撐特朗普嘅。所以佢而家嘅做法咧，實際上佢你可以睇到佢個 approval rating， 即係個所謂支持率。而家嗰個所謂支持同埋一直都係反對佢嘅淨值咧係10%，都係好穩定㗎啦，已經啊，即係話個社會好分化。第二咧，反對佢嘅人咧持續多過即係支持佢嘅人1成幾。咁但係冇辦法喎，美國制度咧，美國總統好大權。你鬼佢舊年選咗佢啊，係嘛？選咗佢，咁你而家佢舊年選咗都唔係多數人選佢啦，佢只係得4成8選票啫嘛，係嘛？不過佢又多過賀錦麗點解啫嘛？而家問題就大家冇佢符，但係咧佢基本上所做嘅嘢啦，喺美國嘅知識界、文化界以至呢個專業界別裏邊咧，完全得唔到支持嘅，可以咁講啊。咁所以呢種做法咧，我哋要睇清楚，唔好咁盲目。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就你見到而家佢針對呢個哈佛，其實美國嘅大專院校咧，你睇唔到有其他院校話啊，你哋啲哈佛學生過嚟我度讀啦咁樣嘅，冇啲咁嘅嘢嘅係嘛？出聲嘅都係話反對特朗普呢種做法。咁所以呢一相對比咧，你見到香港嗰啲大學以至香港嘅教育局長嗰啲做法，即係水平低到令人嗤之以鼻。呢啲真係啊，即係咁低水平嘅人影醜我啊，覺得真係啊。即係我頭先講咗啦，你香港啲教育同埋大學憑咩嘢去同哈佛比啊？你玩排名去玩到幾高都好，大家都知道呢啲排名去點玩係嘛？即係你諗下喺哈佛讀緊研究生，如果真係唔係靠關係，唔係靠嗰啲 CCP money 入去嗰啲，有幾多個會 hold 你香港啲而家學生會又冇自由氣氛，學生企埋一堆都俾人趕嗰啲咁啊咁嘅校園，邊個會 hold 啲咁嘅大學啊？所以呢啲揾嚟講自暴其醜啫，呢啲做法啊。咁所以我覺得我都係正視翻個問題，特朗普呢種做法對於即係所謂呢個美國嘅文化產業，對於美國嘅大專教育，對於一個所謂自由社會造成嘅損害咧，其實十分之清楚。我哋冇理由咧以任何方法姑息佢嘅。就算你話美國好多大學都受呢個中共或者其他有勢力嘅人分子滲透啊，講到滲透嘅話，中共係一種滲透啦，猶太係一種滲透啦，你可以咁講㗎，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仍然都有多元聲音㗎嘛，仍然都容許一啲支持巴勒斯坦嘅人出去抵制呢個以色列嘅轟炸㗎嘛，係嘛？咁嗱，有時一個社會容許多元或者話容忍多元、接受多元咧，就係一個社會文明進步嘅指標。即係我哋要睇到特朗普而家呢做法咧，實際上就係反其道而行，所以咧必定要即係清楚。至於你話點樣去處理嗰啲即係嚴重受到即係嗰啲 CCP money 影響，甚至產生某種嘅腐敗咧，呢個係另一個問題，要從制度上處理咯，我覺得。嗱，咁我有講多兩句係關於香港學界嗰個反應啊。咁其實我諗受過現代教育嘅人，或者即係普世價值薰陶過嘅人嘅話咧，其實係會好重視嗰個 empathy 呢一個即係元素。即係你任何事關於個人利益涉及到喺裏邊都好嘅話咧，其實你首先要對於一個即係人們普遍認為係一個災難嘅即係好多人受影響嘅事件咧，係要表示同情。越大嘅災難，你要越表示深表同情，
係咪先？咁你中共呢啲術語嚟都用得好多㗎啦。咁但係唔知點解而家香港咧已經冇咗呢一種咁嘅文化。咁如果你問我今次香港學界嗰個行為，即係如果用咩嚟對比咧，嚟到類比咧，我馬上就會諗到咧，其實都幾似嚇，即係大陸嗰啲小粉紅咧，或者嗰啲即係低端嘅愛國主義分子咧，見到日本有啲咩災難啊、自然災難咧出嚟慶祝嚇，即係話我哋慶祝呢個日本地震啊，每個食客我哋8折咁樣嚟到慶咁嘅心態。咁而家都係啫嘛，佢完全係冇表示同情之外咧，你哋嚟讀書啦，我哋俾你最好嘅優惠，即係全部係一種自利為前提，而冇表示到對於美國而家個學界面臨嘅一個咁大嘅災劫咧，表示丁點兒嘅同情或者一個感情嘅流露。你最少做呢啲即係自利就即係無可避免嘅。但係你做呢樣嘢之前或者寫呢個聲明嘅時候，可唔可以加兩句就話我哋而家對於美國發生呢啲咁嘅事咧，係表示十分驚訝嚇，即係對於即係特朗普嘅行為深表厭惡咁先至處理啦。咁你先話國際學術界一家親啊，即係所以咧，我哋作為即係香港嘅其中一間最重要大學嘅話咧，我哋係以責無旁貸，對於美國嘅即係呢啲咁嘅新學子咧係表示支援。咁成件事咪好靚仔咯？佢完全前面嗰度唔講嘅，一嚟就埋牙啦，話我哋會表示同情academic shift 咁樣，咁即係點啫？係咪先？咁你變咗你成件事就好離開呢個普世價值好遠，咁以至於就係人哋一個breaking news 就已經係用一種嘅即係語言嘅方法嚟到去譴責你咯。你純粹係爭學生咯，爭人才咯。香港就可以，但係問題你去到國際嘅話就好柒㗎成件事。嗱，咁當然成件事應該都發展緊嘅。咁第一，即係究竟呢一個我哋睇翻下個星期，究竟嗰個即係法院佢頒布嗰個即係嗰個禁令，即係如果其實基本上就頒布即係個禁令啦，咁星期二上庭啦，咁究竟結果點啊？咁第二樣嘢就係咪真係搶到學生咧？我真係好想睇下，即係如果有朋友即係收到都就話真係有哈佛學生即係轉機啊過嚟香港讀嘅，唔該話俾我哋知，我哋即係分享下究竟係咪即係一回事。成件事去到今日，即係都見到，即係2025年都一個轉捩點啦。即係你見到成個世界局勢都有一個，無論係秩序啊，或者每日發生嘅事都令人覺得好驚訝，但係亦覺得要做啲嘢，喂，大佬都唔係咁噶啦，咁都要做啲嘢去抗衡下去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喺生活喺一個咁緊張刺激嘅年代，大家最緊要保重身體啊！咁反而咧，你講完未啊？你講先啦，突然間，我加一句啫，就係話，其實如果真係要講搶學生，如果真係話呢個美國嘅呢個哈佛難民，或者甚至乎可能其他學校都受影響嘅情況之下，而呢啲人係要轉移嘅話，係都嚟歐洲先啦。即係分分鐘有可能就呢啲即係人咧，係有可能係為歐洲呢邊咁多嘅大陸學生咧嚟到有一個溝淡嘅作用嗱。唔知呢個我只純粹一個 wishful thinking。呢個會喎，因為琴日我都約咗即係其實而家你話特朗普現象咧，可以咁講啦，有一啲美國人啦，對於美國未來嘅狀況失望咧，好多特別可能頭先阿鐘 Sir 講到嘅一啲專業人士啊。一啲即係可能係做非政府組織嘅朋友咧，都有諗過不如移民過嚟英國。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美國而家狀況俾唔到佢一個前景啦，特別佢唔知道食完之後特朗普會搞到美國變到一劈咩嘢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長遠再講啦。咁但係 anyway，咁啊今日節目即係講到關於即係呢個課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咁啊歡迎大家留言點讚分享我哋嘅節目。咁亦都多謝大家啲朋友咧，就都有課金咧係支持我哋節目嘅。咁當然亦都繼續支持呢個教育刺針啦。咁亦都支持阿楊 Sir 每個星期都為我哋即係酷平台咧做一個關於個教育刺針嘅一啲即係重點回顧啦。如果大家即係有時間，即係嗱，當然有時間去睇面書啦，或者睇呢個 IG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諗住洗碗啊，或者甚至沖涼嘅時候，即係可以聽下一啲教育界八卦新聞嘅話，都留意下我哋平台每個禮拜出街關於教育刺針嘅一個即係信息啦。咁我哋呢個禮拜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